中国一直对海空的领域来交叉台湾，咱也透过这个各南各做来强化海防的实力。副总统萧美琴今仔日是亲身到南去主持安平级巡防舰鹰空舰的交船典礼，也宣布这第19只当日起造的这个港一级的巡防舰，就爱号名叫做长滨舰。 南平伫海上进行公示内航训练、水炮试射，种种测试拢成功。这是600吨级的鹰空舰车里高护舰艇，由副总统萧美琴亲身来主持。这些新造的海巡舰艇，除了强化我们在海洋巡弋的能量，也大幅提升在通讯、侦搜以及平时转换的能力、战时转换的能力，为海巡带来更坚强的力量。 这是萧美琴就任副总统了后头一场南部公开行程，也是2018年执行141只丢建海巡舰艇发展计划以来头一摆为副总统主持。交船仪式结束了后，萧美琴也宣布，这阵才伫兴建的第9只600吨级巡防舰艇正式号名正式长滨舰，并且举行这个降杆的仪式，祈求造舰的过程平安顺利，捍卫我们国家海洋国土。 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我也为各位的努力感到非常的骄傲。萧美琴强调，海洋连接世界，各南各族将法度打造繁荣安全的国家。对着台海周边铺设的地带，中国是一直侵略，伊肯定海巡同仁以高度专业来面对各种突发的状况，希望各南各族的各级舰艇如期如期来完成，经由设备提升，强化国家海域的执法效能。记者综合报道。